大家好，有啲朋友咧，大約2年前咧都聽我喺其他直播平台咧分享過呢本書。喺呢本書嘅名咧叫 Brain Energy 腦能量。咁琴日咧有位朋友咧就 forward 咗一個 YouTuber 嘅版本俾我，我覺得咧佢係講得唔錯嘅，非常之清晰同埋好精簡。佢係以普通話形式去講解啦，但係最重要佢有繁體字幕。咁其實呢本書有咩咁好呢？呢位作者咧就係哈佛大學嘅副教授，佢臨床嚴重精神病超過25年，係幫過好多唔同嘅病人嘅。但係佢喺入邊指出咧，佢係傳統嘅角度咧係會覺得係腦嘅分泌物失衡，例如多巴、血清呢啲分泌物啦，加上心理因素咧而導致咧有一系列咧精神病嘅症狀嘅。咁但係佢入邊咧就好具體指出咧，其實可以透過一啲飲食法，例如非常低碳飲食加攝取高優質脂肪，咁腦入邊咧就會嘅分泌物咧變得相當穩定，同時間咧可以減低發炎、腺體修復好多唔同類型嘅精神病，甚至呢個情緒病，例如常見到嘅焦慮啦、抑鬱啦、強迫啦，甚至思覺失調啦、創傷後遺症咧，都要得到明確嘅改善嘅。咁大家可以睇下呢條片，睇下咩可以幫助到身邊嘅朋友啊！多謝。